論語點滴由佘潔芳女士主持，現在開始。各位聽眾大家好，今日係研究《論語點滴雍也篇》嘅第一章。咁呢一章書呢，係孔夫子同弟子仲弓討論修養嘅一段問答嚟嘅。經文係咁嘅：子曰：雍也，可使南面。仲弓問子桑伯子，子曰：可也，簡。仲弓曰：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太簡乎？子曰：庸之言。好啦，咁以下就經文嘅淺解啦。話說有一日，孔夫子喺課餘之下，同弟子冉雍至仲弓嘅就閒談啦。孔夫子話：雍啊，你嘅修養功夫大有進步，為師見你嘅言行莊重，絲毫都唔會苟且，喺待人嘅方面又寬容大量，處事呢又簡單而有條理。呢一種嘅修養，用喺南面清專、君臨天下嘅話呢，就差唔多啦。仲弓聽到夫子讚賞之後，就連忙起身稱謝，就話啦：多謝老師嘅教誨同埋勉勵，弟子會努力學習嘅。不過弟子想請問夫子，你老人家認為魯國嘅大夫子桑伯子呢個人嘅修養功夫又如何呢？孔夫子就話啦：哦，子桑伯子係嘛？呢個人都唔錯，佢處理政事能夠簡單扼要，唔會瑣瑣碎碎，只係喺私生活上邊較為隨便啲啫。仲弓接住就話咯噃：夫子啊，以弟子嘅愚見啊，認為一個執政者應該係以身作則，平時日用之間嘅言行舉止都應當要尊尊重重、端端莊莊，唔可以隨隨便便嘅。因為作為一個上位嘅人，要作人民嘅模範，自己做得好，就會上行下效啦。呢種居敬行簡嘅方法去處理政事、教化人民，唔係非常之好咩？如果話一個在上位嘅人喺私生活上邊漫無檢點，處理事務又唔重視行政嘅組織，一味簡化隨便，人人都跟住隨便去敷衍，事情又點會有結果嘅呢？咁呢一種居簡而行簡嘅治民方法，會唔會太簡太隨便啲啊？老師，孔夫子聽完之後就點頭話：冇錯冇錯，雍啊，你講得啱，你講得啱。一個人無論對己對人，都應該以敬為主嘅。咁以上就係經文嘅淺解啦。從以上嘅一段經文嘅裏邊，就啟發咗我哋知道，一個人嘅立身處世都唔可以離得開一個敬字嘅。的確有好多人對於日常嘅私生活都隨便慣，日間就匆匆忙忙起身，被都唔接就翻工啦。到放學放工嘅時候，翻到屋企一入門口坐低，順手就除咗對鞋啊、襪啦、衣服啊就亂咁放。如果熱起翻嚟，就連衣服都怕着，只淨係穿內衣褲。咁其實都唔係幾好嘅。如果有親戚朋友嚟探訪，你話幾咁難為情呢？講到呢一處，我又先講一段故事俾各位聽啊。話說喺清朝乾隆皇嘅時候，有一位大學士叫做紀曉嵐。乾隆皇任命佢喺皇宮嗰度做整理四庫全書嘅總編輯。咁呢位嘅大學士為人率直詼諧，生得又肥又胖。佢喺居家嘅時候呢，好歡喜隨便嘅。有一年嘅夏天，非常之炎熱，正在喺皇宮辦事嘅時候，佢覺得太熱啦，於是就除咗件外衣，只係着住呢底衫短褲啫，就埋頭執筆編寫啦。咁佢就同嗰個太監呢就講啦：公公啊，公公，
我好怕熱，你都知啦。嗱，如果係萬歲嚟到咧，你一早通知我下咁啊。誰知乾隆王喺呢個時候就着住青衣小帽嘅便服就嚟到噃，到門口太監至知，及至睇清楚，哇，原來係皇帝嚟嘅，即刻跪下，並且話皇上駕到。咁紀曉嵐一聽不得了啦，一時手忙腳亂，佢頭一望，咦，真係入到嚟咯噃！哎呀，即刻一捐就捐咗到床下底避啦。誰知乾隆王已經見到啦，微笑唔出聲，於是坐喺度睇書啦。紀曉嵐喺床下底又焗又熱，滿身大汗，又唔敢出嚟噃。佢又大近視又睇唔到，經過好耐啦，見鴉雀無聲，於是個心諗下，皇上見我唔喺度，可能走咗啦啩。於是就細聲話啦：公公啊，老頭子走咗未啊？咁啊，乾隆王就答啦：老頭子就未走，你想點啊？哇！紀曉嵐一聽嚇到心肝卜卜跳，心悔失言，即刻喺床下底爬出嚟叩頭認罪，就話啦：微臣該死，因為微臣怕熱，所以呢就冇着禮服。知道皇上駕到，赤身露體，又恐怕褻瀆咗皇上，所以就捐到床下底，唔敢見駕咯。請皇上恕微臣不敬之罪啊！乾隆王就話啦：寡人恕你不敬之罪都得，但係要依寡人一件事噃，否則就治你不敬之罪啦。你解釋下乜嘢叫做老頭子啊？老頭子三個字喺邊度出處啊？你講。紀曉嵐就話啦：請皇上細聽啊，皇上稱萬歲啊，所以萬歲咪老咯。皇上係一國嘅元首噃，所以就頭啦。皇上乃是天子，所以叫做子，合埋就老頭子啦。皇上，於是乾隆王就一笑赦佢無罪啦。咁喺呢一段嘅故事之中，我哋就知道紀曉嵐真係犯咗3種不敬嘅大罪噶。第一，在皇宮辦事赤身露體，一不敬；第二，見到皇上就捐落床下底唔出嚟接駕，就二不敬；第三，叫皇上嘅花名就3不敬啦。若果唔係乾隆王嘅寬宏大度啊，紀曉嵐就犯下欺君之罪，可能要殺頭噶。所以話居處不敬，你話幾咁吃虧咧？講到呢一處，我又記起我年輕嘅時候一件事啦。我年輕嘅時候咧，曾經跟一個老師學習醫術嘅。咁老師咧係已經60幾歲啦，但係都未結婚喎。咁時時都係將近結婚啦，又分手嘅。我想極都想唔通，及至到有一次咧，老師病咗，作為弟子嘅我啊，都應該去問候啦。於是登門造訪，然後就恍然大悟啦。原來我老師嘅屋企啊，凌亂不堪嘅，塵埃滿布，幾乎都冇容身之地。唔怪得冇女仔中意佢嫁佢啦。後來我老師終一生死咗啊，都係一個黃龍一名啊。由上嘅事例，我哋就了解到整潔係人生成功嘅一個重要因素。你唔好睇小一個整潔嘅人啊，因為由小可以見到大噶，見微就可以知著啦。一個經常注意到自己書包整潔嘅學生，將來長大之後，多數都係生活上係有條理，而且能夠經常檢討自己行為，知過就識得改嘅好人嚟嘅。一個經常注意保持身體整潔嘅兒童，將來成長之後，就多數都能夠擔當重要嘅責任，而且會有廉潔嘅操守嘅。因為由身體而聯想到心靈上，有連鎖性嘅關係。能留意家庭上整潔嘅人，至能夠產生社會嘅整潔嘅。雖然是有大小嘅不同，中間嘅道理都係相通嘅。因為習慣個人與家庭整潔嘅人，自然就會將呢一種習慣擴大，而注意到公共場所嘅整潔。例如學校雖然唔係屬於我個人嘅家庭，但係在一個主敬傳承嘅人嚟講，就會知道，既然我喺呢間學校讀書，或者喺呢一間公司做事，學校同埋公司
咁咪就係我嘅大家庭啦。既然個大家庭係咪我有責任呢？所以就能夠維持到公司同埋學校嘅環境清潔，保護所有嘅物件，就等於保護家庭一樣。將呢一種精神再擴大呢，用喺國家、社會某一處地方環境都係一樣嘅。例如話社會都係屬於我嘅一份子啊，我都有責任盡力使到社會整潔，達到社會安寧，保護公共嘅事物。呢啲就係一個主敬傳承嘅一種最高嘅修養啦。呢種嘅修養，無論對己對人都係非常之重要噶。各位聽眾，大家認為係咪呢？時間差唔多啦，下次再會。